华视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艺人碰车车的祭舞风波，总算是结束了。昨下晡，碰车车甲伊的金主林炳文交10外的祭主完成协商。林炳文转让伊的股票，加上现金20%，替碰车车行掉祭舞1亿6千万。碰车车一直说多谢。讲伊即摆除了欠林炳文人情债之外，而且另外阁有向亲戚朋友借1500万爱还。伊讲伊会尽全力拍拼工作，甲钱还人。1年多来，谢谢大家的帮忙，也谢谢所有债权人的宽容啊。虽然之间有一些风风雨雨的产生，但是这是难免的。资深的艺人碰车车甲金主林炳文，伫昨下晡2人邀请10外位债主协商，由林炳文用伊名下股票加上20%的现金，代替碰车车解决总共1亿6千万的债务。把这个事情完完全全告一段落了，好，所有的债都完全归零了。外面有在讲的那个都是一开始就不来跟我们协调的。当然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但是我们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做演艺事业的合作。虽然债务已经解决了，不过碰车车并无出现轻松欢喜的表情，因为这是人情债，这上恶行。另外，还有伊家30外亲戚朋友借的1500万，家己爱慢慢来还。这个人情债啊，其实更重哦。对，而且我这个年纪啦，我们共识就是说，那就尽力多多体谅，就是放过，让他认真去工作，不要再酸他了。能做多少是多少，能赚多少是多少。林炳文表示讲，其实本来会使更较早处理完债务，不过因为碰车车工作身体问题，计划对袂到变化，牵着还款的进度。连碰车车家己嘛感叹讲，体力无像较早安尼啊，即马熬夜熬一工需要3工才补会转来，因为未来会尽家己所有能力，透过演艺事业豆豆行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